读台语学科学，咱人敢若用着10%的脑力？常常听人讲，头壳爱较接用咧。一般人敢若用着10%的脑力，实在真拍算。无毋对，无人会否认头壳愈用会愈好。毋过，咱人敢若用着10%的脑力？若真正是安尼，剩的90%是用伫倒位？这个10%的理论到底是对，抑是毋对？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咱先来看一个科学数据。咱人的头脑敢若占全身躯3%的重量，所用着20%的酸素甲养分。若要提高咱头壳的使用量到20%，甚至是30%，咱需要的酸素含养分就要加偌济咧？咱敢需要加使2倍，抑是3倍量的酸素？阁有侪神经病症，亲像中风、Parkinson's， 抑是脑震荡等等。虽然敢若影响到小部分的脑组织，但是常常造成患者失去不止侪脑功能。若咱人真正敢若用着10%的头壳，是安怎的病症也是创伤，对患者以及伤者会有遮尔大的影响？敢真正遮拄好，逐摆拢去伤害着遐重要的10%？神经影像 （neuroimage） 是一种会使直接也是间接观察脑部运作的技术。咱真时常听到的核磁共振 （MRI） 就是其中的一类。利用 MRI， 医生甲科学家会当了解脑部每一部分组织的运作情形。根据 MRI 的画面，科学家发现，不管是伫清醒也是困眠中，咱规个头壳的每一部分拢有咧运作。唯一的差别只是使用的程度无同，亲像用行的和用走的，拢需要用着脚，只是出来的程度无同。日常生活中的啉水、看电视，也是洗碗，每一个不管是简单也是幼弱的动作，拢爱无同部分的脑组织互相协调来完成。会使讲咱人其实是用100%的头壳，绝对毋是敢若用10%尔。所以讲，这个10%的讲法是无正确的，必须要紧甲伊结合角才对。